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9月29号。今仔日的经文诗篇140篇，以斯帖记第8章第1节到17节，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歹的距离。耶稣基督有一寡教导是无法度，还是讲无法度来用这个字面去了解。伫今仔日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例。经文安尼讲无论是甚物人，互信徒的中间一个真微细会离开我，不如用大底石磨来绑伫伊的颔仔棍，带伊淹伫咧深海内底。这个世界竟然有互人离开我的事，这是偌悲哀的事啊！安尼事一定会发生，但是造成这种代志的人害啊！如果你的一只手也是一只脚，互你犯罪，就爱将伊夺起来，献掉，欠手欠脚，得到永远的活命，比骹手交装，互等入去永远袂化的烈火中间好济咧啊！如果你的一只目睭，互你犯罪，就甲伊挖出来，弹掉，另外一只目睭就通得到永远的活命，比两对目睭交装去ฮ็伫地狱的火好济啊！这种的讲法好像亲像一寡家长看到囡仔若无听话拢会讲足想要甲挤倒转去挤倒去腹肚内底安尼啦也好像亲像耶稣基督咧甲尼哥底母的对话咧讲的顶头先同款，并毋是亲像尼哥底母所讲的对迄个老母的腹肚搁再生一摆。尼哥底母本身就是用字面去了解信仰的人，真侪人认为讲信仰就要符合科学的根据，这种的人嘛是安尼啦因此，因就要明白真理，因要想要来明白真理是非常困难的。咱会想讲，哪有人会互一个真微细的人跋倒离开上帝，就不如就甲伊绑一个石磨，甲沉咧迄落深海内底。哪有人讲一只手也是一只脚互你犯罪，就爱甲伊夺落来？这是什么款的教育呢？如果你我是安尼想的时阵，就表示咱真正毋捌真理啦好像亲像咱头前所讲尼哥底母共款，伊误解迄个真理的教导听讲伫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迄阵治安真好，就是因为安尼头摕物件通爱剁枕头啦所以大家拢会惊安尼我想圣经的教导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咱咧讲剁掉的是甚物的，毋是迄个骹手，是叫咱犯罪迄个肢体行为啦迄个肢体行为。咱所要爱做的是离开歹较远这项代志，因为手互咱犯罪，所以剁掉就袂犯罪，所以是无犯罪这项事。主教导咱的主祷文嘛是安尼讲伊讲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无互阮拄着试炼，离歹较远小看，毋通互这个恶来对你我的肢体，也是讲迄个罪性
来影响你我的生活。这才是耶稣基督教师的重点。是毋是咱咧讲到旧约中间咧讲到甲外族的战争，咱咧讲要消灭其实毋是咧讲指迄个人啦吼，咱是咧讲迄个人后壁所代表的是一种歹习惯，是一种拜偶像的生活，会影响以色列人。迄种真深来影响犹太人，所以上帝爱犹太人来绝甲这个歹事来隔绝，甲这个罪性来隔绝，以及错误的行为生活来隔绝。这是迄个目的。人甲歹距离到底有偌远呢？以前捌有机会关心食毒的少年犯，因拢总是会讲我因过掠罪食一摆也袂安怎，也袂遮尔紧就过瘾啦但是因尾也讲我毋对啦歹离咱就是遐尔近这个距离真近，一个念头会差变会定。就伫你我的手甲骹的边啊，所以耶稣基督才会用安尼的譬喻啦歹到底离咱有偌近？耶稣基督捌用另外一个的讲法，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28节的经文来讲，只是我甲恁讲。年纪若看见妇人人，就动了邪念，淫乱的想法，这种的时阵，这个人的心就已经甲伊犯奸淫这个记载佮接续落去，就亲像马太福音18章咱今仔日所讲的5章29节以后，伊嘛咧讲，若是你的正蕊叫你绊倒，你就甲挖出来单掉，宁可失去百体中间的一体，也毋免叫全身躯等伫地狱内底。若是正手叫你绊倒，就甲站落来单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也袂当叫全身躯入伫这个地狱内底。歹的距离咱就是遮尔近。基督徒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就要赶紧甲这个歹来隔断迄个关系。咱也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以斯帖记的经文讲到，咱咧看见以斯帖真正除恶一定要尽啊！你若无除恶来甲伊除互清气，那安尼后患就无穷啦所以，伊对哈曼所计划或者对以色列人的歹所行，以斯帖王后嘛是安尼一一来甲伊排除，无留了任何邪恶的这个危险的因素伫个身躯边。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安尼。求主帮助咱有警醒、有除恶的决心，咱就要靠主来得胜，来赢过这个邪恶的攻击。咱同款今仔日各用诗篇140篇来祈祷。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歹人，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因的心内多无奸恶，常常自入爱交战。因互因的嘴来亲像蛇，喙唇的下面有毒蛇的毒。耶和华，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想要车互我绊倒，骄傲的人为了我暗钱张活大，甲说伫路边安落网，
设坑这个陷阱要来害我。我要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上帝，耶和华，求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啊！伫交战的日，你压砸我的头壳。耶和华，求你毋通照歹人所爱，毋通正因的计谋，行了因自高。轮到遐会围困我的人的头，愿因的嘴唇奸恶，毋越恶因家己。愿热热的火炭落伫因的身躯上，愿受血伫火里，血伫深坑里，袂阁起来。讲歹话的人伫地上的确徛袂牢，在下的确坠入强暴的人将要绊倒。我知耶和华要为着困苦的人来伸冤，要为着丧凶的人辩驳冤屈。义人的确要感谢你的名，正直的人要徛起伫你的面前。